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月11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民政局3天前全国首创改善庙会文化政策以后，虽然有主动甲反对的声音，不过市府明确宣示，为着环保，嘛要幸福市民一个清净的路权，一直持续甲庙方沟通。同时，今年开始，更拟定第一时间的资讯服务系统，提醒市民随时掌握庙会资讯，避免陷入市警的队伍当中。庙会活动优质化是市府行伫全国头前来推动的文化政策，你到底3天来成效如何？民政局长陈宗安伫记者会中来呈现3天前烟火炮啊放几路放甲规市嘅影响，甲去年行政宫示范示警专程无放炮啊，真有秩序的画面有真大的落差以外。局长进一步表示，今年已经积极拟定第一时间的资讯服务，要民众掌握庙会范围等等的资讯，避免限制社经的队伍受到影响。那我们宗教优质化已经推动了3年了哈，那我们今年已经在去年年底开检讨会的时候，我们有跟几个相关的局处呢做了一些因应这3年执行下来之后，我们要调整的方向哈。第一个是这个。所有的相关的庙会活动呢，除了交通维持计划以外，也要再提出环境清洁计划，要一并提出。那第二个是这个道路的路权的核定呢，那这个交通主管机关跟道路所有权的这个主管机关呢，会很明确的规范这个道路的路虎核定多少的这个会依照道路的实际状况来核定范围。给这个宗教活动来做使用哈。那第3个呢，我们也希望能将这个庙会教职神教到哪里的部分，可以透过及时的讯息，让民众可以知道。那也可以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及时的资讯，来避开相关的路段。当然，这个政策推动除了正面冇反对意见，不过市府再次强调落实该政策关心，同时嘛将明确限定庙会使用范围，将路权献给市民，嘛将资讯公开，给市民做伙看见庙会文化提升。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东区居民抗议兴隆拉斯公司将拉斯减压设备设伫咧危险的路口。烦恼一旦发生车祸，将会引起爆炸。上午透过议员创专的协助，甲拉斯公司协调，业者同意伫咧1个月内底将该设备刷到别个所在。东区居民有着报条抗议加速公司将减压设备设伫车祸频繁的路口，因恐惊一旦被车辆弄到，发生起爆，后果不堪设想。附近住户为此常常困无好，心理压力真大。对此，住户伫向议员蔡宏全订正以后，多次甲加速公司进行协调，拢无结果。经由上午的公开协商，该公司总算答应伫1个月内要刷到新的地点。目前我们今天遇到了裕永一街这个案例，就是说，那原本呢，它的地方因为漏水，那瓦斯公司把它迁移到路边。那路边，那我们发觉它的这个保护措施都不够。那而且在路口也相当的危险。那在最近在路口又发生车祸，也差一点撞到。那我们担心说，一旦爆炸起火，它危害到的安全更大，比在原址更大。那我们陪同住户跟瓦斯公司协调了好几次，那今天是最后一次，总算有达成一个结论。我们以公共安全为最高的考量。那因为设在原址。那么也因为漏水的关系，那迁移到外面，也因为这个车祸安全性的考量，我们都认为都有高度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的业务单位包括这个瓦斯公司也这个欣然同意，他们也同意把它迁移离开这个现址哈。那这我们也感谢他，总算有一个安全的答复，大家都以公共安全为最高的依归哈。
那至于迁移到哪里，我们再进一步去协调。原本设置伫卢龙路979项适合围墙内底的减压设备，因为漏水，所以伫去年11月底改装伫围墙外面，距离路口只有15公尺的路边，有安全疑虑。经过多处沟通，住户总算伫今仔日甲家属公司达成协议。理解到这个个案，议员蔡宏全也建议市府应该要求所有家属业者对着外部的设备进行清查，避免受到迫害来影响公共安全。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由议员李泰基甲大台南发展促进会主办的寒冬送暖幸福满满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5届。活动伫咧15号东港，将会邀请新营、盐水、柳营地区的弱势家庭围炉。主办单位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抛砖引玉，互较侪人来加入关怀弱势行列。过年的脚步是愈来愈近，天气也愈来愈寒冷。市议员李退之串联大台南发展促进会、大台南水电装置职业工会等单位，结合各界爱心，为弱势家庭募集真济的物资。伫这个纸箱内，就总有10项的物资，准备发送予大新营地区、甲咸水、柳营3个区域的弱势家庭，要互因做伙过好年。咱今年2017寒冬送暖幸福满满的活动吼，到今已经伫大家斗三工之下，已经举办到今已经第5届啊吼，整整已经第5个年头了。那咱伫这个为这个统结职业开始发起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吼，啊来邀请到咱这个大新营地区、新营、柳营、咸水3区的咱的弱势家庭来做伙。伫即个新正年头来围炉，啊，咱嘛有真侪好朋友啊来募集到很多物资吼，来做伙要互咱遮弱势家庭会当有一个好过年啊。因为认同议员李退之的理念，大台南市水电装置职业工会特别邀请工会的成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弱势尽心力。今年也是第5档参加这个活动。咱台南市工会足济啦，啊，所以足济拢毋知影想要对做起啦，啊，所以即摆拄好咱的议员吼，会甲咱迄个斗赞助啊，斗协调吼，啊，拄好咧办这活动，啊，所以慢慢吼，安尼先出这工会力量嘛介大啦吼，会当安尼推广，啊，所以吼，会当互这咱的困苦的这弱势的团体吼，啊，会当过一个好年吼，啊咧这个新年安尼会当快快乐乐吼，会当过这个好年安尼。这次的赞助单位非常的多，物资相当丰富。同时，李退之也表示，会邀请新营、柳营、咸水3个区域的弱势家庭，伫15号的时阵做伙来吃饭桌，互弱势家庭感受社会的温暖。台湾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关怀弱势族群，正觉教育基金会特别办理雪中送炭活动，关注爱心善款。这届总共发出300份，每一份1500块的善款，予安平区的弱势家庭，要帮助因，互因好过年。正觉教育基金会特别伫咧岁末年中的时阵办理雪中送炭的活动，关注爱心善款。这届总共发出300份的红包，予安平区的弱势家庭。雪中送炭的活动，实际上是我们每年都在举办。那这次是由正觉同修会跟正觉教育基金会，每年都是由这2个机构的合办。那我代表正觉教育基金会呢，跟各位报告，这个基金会是2008年由平时导师跟正觉同修会合资和一起来捐助成立的。它的宗旨就是要净化社会、安隐人心，同时呢，要提升我们国内的佛学的学术的水平。那这次在台南呢，就是有8个里，我们也会请这些里民来带讲堂。那我们依照平时导师的教诲，我们会亲自把这个爱心呢，亲手送给每一位里民，希望他们能解除他们一些困境。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着这个活动呢，能做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这条爱心捐款是专省干部进行，包括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彰化县、嘉义市、台南市等等的区域，希望透过正觉教育基金会协助，互因会当过一个好年。咱的新闻之后采访报道。年节的脚步愈来愈靠近，南区冠村联合年会大街嘛将要开跑。这个由明德里甲新兴社区分两个地点举办，有应景的南北会，嘛有知名的店家美食，佮安排了一连串精彩的活动表演，要互民众好食好买又佮好耍。一道顶的丰富菜色，拢是贯穿的特色菜，互人嘴暖又要留落来。这次南区的年会大街由明德里甲新兴社区举办，分别伫水高社文化园区甲中坜寺两个地点，无同时间举办。邀请民众伫1月13号甲1月20号连续2个周末，搁现场感受贯穿美食的魅力。在这个眷村文化里面，过年的年货的办理跟年菜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精髓所在。那今年南区区公所特别整合了往年各里各社区自行办理这个年货大街的方式让我们统一的来行销。那今年一共有2场。第一场是在1月13号到15号，在我们水交社文化园区里面，是由明德社区来打头阵。那第2场是在1月20号到22号，在我们的忠烈祠，由新生社区来负责。那希望说各位乡亲朋友能够尽量的到我们的年货大街来看我们的眷村文化，享用我们的眷村美食，买我们眷村的年货。新兴社区主办的年会大街，将有12档的烟肠腊肉，以及知名店家的泡菜、豆乳等90外的摊位，以及10会的贩卖。伫水高社文化园区的年会大街，这是有狮子头、糕点等等的美食，要互民众借着这个活动，也了解水高社的文化。我们这里有12个摊位是香肠腊肉，各家省份的香肠腊肉都有，也有金门高粱酒罐的，然后有3家狮子头，也是各不同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些家庭的用品，像它的刀每年都有来，它的一把刀才100块，但是很实用，很实用。还有北港的花生，还有那个花柜、花糕，还有家里面的摆饰的装饰，然后因为眷村的东西太多了，水交社就是我们眷村年货大街的发源地。然后呢，我们在这一次办的年货大街，特别把水交社它原住户、原来的厂商、请摊商把它邀请回来，呈现我们水交社的原味，原味美食。那这一次的美食呢，除了我们很著名的冯妈妈的店，这是毋庸置疑，还有我们一直在水交社里头一直在经营的刘家杂货店，它的酒量，还有它的冲菜，然后甚至于是我们徐氏风味。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它很漂亮，它做的很美味的狮子头，还有它的梅干扣肉，我想这是在过年的时候必备的一个年菜还有我们的那个大饼，我想传统的大饼是大家没有办法忘记的那个年味。同时，伫现场更有在地学校甲团体的精彩表演，以及亲子活动甲社福团体的义卖、书法名甲写春联等等丰富的活动，邀请大小朋友做伙来擦热年节的气氛。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迎接过年又搁是送礼的时节。根据环保局表示，其实每一档透过源头控管，拢会针对礼品过度包装到百货卖场进行稽查。对此，其实有百货业者表示，因除了长期推动简单包装的教育，也首创伫咧百货公司内底设立纸袋仔回收专区，成效相当的好。礼品若小档包装，当然较美观大方，卖帮助销路。毋过一旦过度包装，都要损害消费者权益，对环保嘛是一大伤害。所以有百货业者其实伫内部教育已经长期推动简单包装，特别伫过年送礼旺季，希望带头唤起消费者购物的意识。我们现在的部分就是尽量宣导小姐的部分，就是纸袋的部分，就是派盒里面就是直接包入。就是生日礼物的部分，那直接交给顾客。那在顾客使用上的部分，比如说他带了很多纸袋的部分，那我们尽量把它浓缩成一个纸袋，不要让他一次提4袋回家。其实他只要一个纸袋就可以把全部的礼物都装回家了。对啦，尽量教育包装简单化，百货业者嘛伫人来人往的公道设立回收专区，希望唤起民众莫阁使用新的纸袋仔，甚至将厝内会当回收再利用的纸袋仔摕来食。后需要消费者来用，一袋传一袋。我们尽量就是请顾客就是使用就是回收纸袋。那纸袋的部分只要没了，我们就是尽量再去回收一些不用到的。那除了针对顾客是这个部分使用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针对员工也一并就是去宣导一个动作，就是说，如果他购物回家了，家里有多余的纸袋，不管是原动的纸袋也好，或者其他的纸袋也好，那如果觉得没有使用到，就是请他把它缴回去公司，那缴就到这个地方再供顾客使用。但是根据了解，过度包装产生的成本相当的可观，同时无搁再回收利用的资源，共款变成生活垃圾，所以业者嘛希望民众共同参与，因卖无定期办活动，推出优惠来吸引消费者响应。电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对去年首度开放，全亚洲关度上界悬，而且伫咧网络上被评选为 CP 值上悬的室内透明溜滑梯。今年实谷文创的极限体验运动再度升级，这个2.0的版本是实谷文创新山铁。经过试验运以后，今仔日正式启用，透过镜头请民众做伙来体验。石鼓文创园区又有新的极限运动要来予民众挑战，这个推出地狱垂降、高空攀爬，也有原本就有的极速滑梯，这3项组成的新山铁要来挑战民众的勇气甲胆量。其中上较有挑战性的就是垂降，必须要对15米，也就是大概5层楼高的墙面来试看卖啊，用特警小组弹跳垂降的方式落来。伫咧今仔日第1届正式开放，就吸引了侪少年人前来挑战，甚至也有惊悬的民众突破家己的忍耐程度。就觉得没玩会后悔。第一次来试这种吗？对啊，好刺激哦！对啊，好怕哦！我觉得我手已经没力了。对啊，那你有怕？你觉得这次可以挑战成功吗？一定可以的，对自己有信心。对，因为都站上来了，总不能再半途而废吧。石鼓文创园区持续思考，要安怎连接新一代族群、甲石鼓表演艺术以及团唱之间的关系，所以就用新的方式，用极限运动来作为创意的变化。我们石鼓文创在今天的从今天即日起，就是有正式营运我们的新山铁的活动。那我们的新山铁呢，有地狱垂降，好，它是挑高5层楼高，然后呢有15米的高度的水泥墙面，欢迎大家来挑战对高度的极限，还有那个特警小组弹跳的那个快感这样子。那第2个就是我们由这扎输送铁链所改造的我们的高空攀爬。它也是有12.5米高的高度，然后它是几近垂直的一个铁链的高度，所以其实在上面攀爬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都会做好其他的防护措施，那也是一个还蛮刺激的运动这样子。那我们的第3个就是我们
已经营运大概1年的那个极速滑梯，你下到地面大概6秒钟的速度，那有的更快的话，甚至5秒都不一定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新三铁的一个体验活动。然后我们在石鼓文创在农历年开始，我们有特别推出一个就是夜间的活动，如果是10人同行的话，是有1人免费的一个优惠这样子。然后也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的国际古乐节，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新三铁。今年的春节年假到即马也阁无任何的计划吗？有国际级的表演以外，有石鼓文创的新三铁，邀请大家来做新年新挑战。咱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天气冷的时阵，拢会想要食火锅，即马就有知名的餐饮集团看准台南消费实力，将机械涮锅进驻到西门路的百货公司，并推出和牛食甲饱的方案，要来抢攻当天火锅的商机。小布萨托是捷利国际餐饮集团其中的一个餐厅，主打日本式涮锅和牛食甲饱的服务。这次伫南台湾开了第1间店，推出3项好礼，要来回馈消费者。民众只要伫1月15号以前消费满500，就送100；消费满2500，就送锦鲤茶包组合，搭配星光贵宾卡使用，可以当享有顶级和牛买1送1的优惠。我们是就是澳洲和牛日式刷刷锅任您吃。那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是采单人锅1人1锅的形式在用餐。那我们有总共5个汤品，所以其实你在选择上，你个人的挑选的选项很多。那我们的肉就是以薄切1.5mm每一片。那这样子的话是在涮的上面，我们可以很快的在涮几秒之后就会有很好吃的口感。那其他的材料，我们的自助吧就是以非常新鲜的蔬菜跟海鲜的选项。那我们同时有用进口的喷雾器，就是维持所有食材的新鲜度。伫自助吧，佮准备了40种以上的冷热食，提供消费者做选择。民众伫食涮锅的时阵，可以当搭配原汁原味的牛冻饭，互人食完一碗，佮会想要食。介意火锅的朋友，会当来星光3月西门店试看卖。台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现代人因为饮食西化，佮加上正定食外口的物件，因此蔬菜、水果类会食较少，所以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愈来愈悬。不过，大肠癌若是会当早期发现，治疗成功几率是相当的大，因此定期筛检就非常的重要。大肠癌是国内癌症发生人数第1名，预防也是比治疗更较重要，因此定期体检就变了非常必要。对此，政府补助50岁以上的民众，享有每2档100个免费大肠癌体检，透过分辨前血检查加上大肠镜检查，才当确实达到预防效果。大肠癌基本上最建议的方式就是参加筛检啊，50岁到75岁的病人。这国家会就是有一笔钱，然后让你可以做所谓的4癌筛检。那4癌筛检其实是大肠癌其中的一部分嘛。大肠癌堪称是台湾人得的最多的癌症，当然不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致死率最高的是肺癌。但是它是最多的啊。那也代表说，它既然不是致死率最高，表示它治疗的成果其实不是太差。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参加筛检。医师强调，透过排泄物也是一项观察的指标，亲像出现血便、放无清气、排便习惯的改变，那有可能是大肠癌的镜头。症状主要是以大便习惯改变为主啦，比如说你本来是一天可以大1次啊，结果你突然变成1个礼拜才大1次，尤其是你可能在最近半年或几个月之内大便习惯的改变，你可能是每天都解，突然变成1个礼拜才解1次，这就是改变嘛。那另外一种是你可能1个礼拜只解个2、3次，突然变成1天解了好几次，这个也是改变。所以改变其实才是大便习惯的改变，才是最主要的症状。除了体检预防以外，医师建议平常时避免食烘肉甲油煎的食物，也会当加食水果，也就是有大量纤维的食物，来加速排泄，减少肠仔接触到致癌物。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
外科自早以来一直拢是学徒的制度，由资深带领着资浅的医师，还是各种手术的技巧，才会当渐渐进行操刀。但资深的医师因为经验不足，难免会出差错。尤其伫咧微创手术发展以后，面对着更较大的挑战。对此，奇美医学中心成立着实验动物中心。每个月会安排实验的手术课程，要来提升教学的品质。奇美医学中心为着提升手术品质甲病人安全，伫民国90年成立实验动物中心，并聘请兽医师协助外科医师实现各种微创手术的训练。强调一摆训练一工一组，采用多科分组的方式进行。大部分都是利用猪仔甲白鸟鼠的大体来训练手术的操作甲技巧。我们希望给住院医师提供最好的训练。那我们希望给住院医师有最长的最有效的这个动物实验的这个训练的历程，那所以在奇美医院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常规化的动物实验训练。在每个月我们都有进行，那而且每一个住院医师、每一个学员呢，他都会在每年最少有一次，然后属于自己专属的时间，那一整天都是他在手术，那他可以有很长的练习时间，并且他有专家来指导，我们会指派专科的这个老师专家这像如果今天是这个一般外科，我们就会请一般外科的医师资深的医师下去指导他，并不会说这种跨科啊或者非专业的人下去指导。所以这对这个住院医师对这些资浅医师来说，他有最好的团队与指导，而且他有最长的时间去练习，让他去熟悉这整个手术的过程，获得最大的收获。目前，奇美医学中心平均每个月会进行8场的动物实验手术，训练的内容除了外科以外，佮包括肝科、妇产科等领域。目的就是希望学员对整个手术有全盘的掌握，并累积经验，最后在充分的准备之下进入开刀房，以保障病人的医疗安全。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明仔载的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好天，有时多云，温度17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1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